隨住曼城作客踢贏埋富咸呢，亦即係話今個咁災難嘅24-25賽季就終於正式告一段落啦。咁今個賽季曼城表現有幾差都唔使我特別去講啦，淨係得到一隻友誼賽性質嘅社區盾。咁除此之外呢，係一隻獎杯都贏唔到。之後好多紀錄上邊咩幾多場不勝，幾多場連敗，咩歐聯16強不入，可以打得破嘅紀錄呢，就都已經係全部打破晒。咁所以呢個好似受咗詛咒一般嘅賽季呢，就終於完結，我自己呢係鬆咗一口氣嘅。咁嗱，今個24-25賽季踢得差就還踢得差，咁但係有啲人嘅地板呢，就係另一啲人嘅天花板啊吓。咁今次英超最後一輪擊敗埋富咸之後，就即係意味住曼城竟然就都仲係可以奇蹟地以英超第3位結束賽季，並且呢係將會獲得來季歐聯嘅參賽資格。咁與此同時，亦即係話哥迪奧拿仍然係保得住個金身，執教生涯入邊唔單止從來係未試過冇歐聯踢，仲要就係聯賽入邊呢係從來未試過排得低過第3位。咁所以坦白講啦，雖然就話今個賽季呢曼城係咩獎杯都冇，咁但係如果你問翻11、12月嘅時候嘅我啊，其實可能真係保到歐聯席位呢就已經心滿意足，唔敢咁貪心，咁就都要接受翻球隊嘅成績呢會有起起跌跌係正常嘅。而今個咁難捱嘅賽季呢，亦都係提醒翻我哋曼城過去嘅成就到底係有幾值得驕傲。咁講真呢，今個賽季嚟講真係英超想要贏一場波都唔係容易，好似話想要喺墊底嘅修咸頓身上攞3分呢，就都係可以有挫折，咁就都唔好話決賽踢水晶宮係咪贏硬啦。咁所以而家調翻轉嚟諗，曼城當年可以一季之內贏到3個冠軍，其實除咗係有好高水平嘅發揮之外，呢個發揮呢仲要係連貫並且持續嘅。咁當時都可能會諗，同呢個阿仙奴爭冠軍有咩難度啫？足總杯都係贏坦克格嘅曼聯啫，咁歐聯踢國米啊，更加係要食硬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就並唔係咁嘅，冇一座冠軍係可以理所當然地去贏。咁所以就都喺度呢，恭喜翻今年有杯捧嘅利物浦、水晶宮同埋紐卡素先啦。咁同時呢，亦都希望隨住今個英超賽季結束，曼城除咗係可以洗走啲黑氣之外，更重要呢就係可以痛定思痛，真係吸收教訓，避免以後再重複犯錯啦。咁嗱，曼城可唔可以好好利用翻今季嘅錯誤嚟到修正翻以後嘅策略呢？就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咁呢方面嚟講，暫時當然就都係悲觀嘅。咁尤其就係哥迪奧拿都已經講到明，下季係絕對沒有擴充陣容深度嘅打算。佢仍然呢係傾向一個少於24個球員嘅球隊。咁所以下季點樣可以從人數同埋陣容深度中間拎個平衡，就係一個好大嘅議題。係咪需要翻一啲位置靈活性更強嘅球員呢？咁定係需要重點投資落去培育青訓，咁以備不時之需呢？咁定還是咩都唔做，但求好運，冇咩大型傷兵潮呢？咁暫時就冇人會答到呢啲問題。咁但係呢啲就都會係未來2-3個月不停要去提醒自己嘅問題啦。咁不過點都好啦，以後呢就還以後，而家就都係講埋英超最後呢一輪嘅比賽先啦。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曼城最新熱話 Man City News HK， 我係師妹，今日繼續同大家講曼城。未訂閱嘅觀眾記得撳返個訂閱掣，同埋開返着個鐘仔，接收本台最新資訊。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呢，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條片俾身邊鍾意足球嘅朋友睇，亦都非常多謝留言同我傾波經嘅觀眾啊！如果你想鼓勵我繼續創作呢，咁就可以透過加入 YouTube 嘅會員啦，或者送一個 Super Thanks 俾我呢，去支持本台營運嘅。咁本台呢，承諾會繼續以呢個優質創作呢，回報各位觀眾嘅支持，非常多謝大家。咁經過今日作客對住富咸呢場比賽，頭先都講過啦，曼城呢就係將會以第3位完季，咁亦即係話來季歐洲賽資格個分佈就會係咁樣嘅。英超排名前列嘅利物浦、阿仙奴、曼城、車路士、紐卡素就會搭埋榜尾排第17，咁但係贏到歐霸杯冠軍嘅熱刺呢一齊踢歐聯。咁至於歐霸杯方面，就會係維拉同埋足總杯冠軍嘅水晶宮。咁而本來呢今年以為可以奇蹟地衝擊到歐聯席位嘅森林，就
臨尾崩盤，只係剩翻一個歐協聯嘅席位。咁所以呢一輪嘅殺科戰呢，其實就都話題性十足噶啦。咁首先呢，就係車路士作客硬撼森林，本身呢，就係兩個只能活一個，一個唔該呢，仲可以係攬炒添。咁不過點知車路士就竟然係作客贏到波，咁亦即係話馬列斯卡嘅第一個賽季就已經係成功帶翻車路士翻入去歐聯。咁喺車路士而家呢種亂使大錢嘅情況下，揾啱領隊之後呢，相信係只會繼續壯大。咁之後啦，紐卡素方面啊，本輪呢其實就係主場輸咗俾愛華頓，應該就係要冇歐聯先係嘅。咁不過就係維拉方面喺球證絕對錯判之下，搞到輸咗曼聯，紐卡素呢先至死好命，輸波都仲有下季歐聯踢。咁先撇開公唔公正嚟講呢，我自己對於今季出嚟個歐洲賽組合其實就都係滿意嘅。森林有歐聯席位就當然係童話故事啦。咁但係呢，現實層面上面俾個歐協聯佢哋玩呢，先至係比較實際有杯可以捧嘅一場賽事。咁你話維拉紐卡素個問題，作為一個曼城球迷呢，我當然係更加樂見紐卡素有歐聯踢啦。因為杯賽嚟講呢，就一定係驚艾馬利多過 Eddie Howe 嘅。咁但係你話個連帶影響就可能變咗係轉會上邊會有好多嘅變化啦。紐卡素有歐聯嘅話呢，好多球會想追嘅伊薩啦，或者而家最新確定咗係曼城右閘第一目標嘅利華文圖呢，可能就未必會咁輕易放俾你。而就算放個叫價嘅本錢呢，亦都係會高咗。咁所以係好係壞就暫時都未知。不過點都好啦，望翻今季英超最後個分數呢，其實原來呢排第五嘅紐卡素就只係得66分啊。咁亦即係話兩樣嘢啦。第一樣啊，咁就係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就係我當初3月中嘅時候提出嘅67分就有歐聯嘅理論呢係實現咗啦。咁上一輪嘅時候我都以為自己會估錯啦，咁但係原來呢爭5就真係唔係同爭冠軍用錯率呢係高出好多。咁所以就都讚下自己先啦。咁2個月前已經準確講咗俾你聽，今季前5條線會點樣畫。我雖然呢就有好多嘢成日估錯啦，咁但係呢都有啲係準確嘅，少少參考價值呢都總算係有嘅。嗱咁但係 anyways 啦，我就唔係今日嘅主角啊，咁所以就都係先集中講翻曼城先啦。咁紐卡素66分贏到第5位嘅另一個意義，其實就係講緊曼城今日對住富咸場波，最後結果贏好和好輸好啊。咁原來事後回望係少少都影響唔到曼城有冇下屆歐聯嘅，咁所以就唔知係咪今次有少少白擔心咗個半鐘啦。原來今場波竟然出到嚟呢，就係一場完全影響唔到大局嘅波啊！嗱咁但係啦，呢啲呢，即係以上呢，咁都係事後先可以得出嘅結論啦。場波正式開打之前呢，就冇人知道紐卡素同埋維拉竟然係可以雙雙輸波㗎。咁所以哥迪奧拿今日本身呢，就係一定會出盡全力想去贏晒3分，或者至少保證唔輸啦。咁就都先望翻今日個大軍名單同埋正選陣容呢，睇下有啲咩啟示先啦。咁首先大軍名單方面呢，繼續要做取捨啊。咁高華石停賽 ，John Stones 受傷呢，呢啲先唔理啦。咁除此之外，缺席嘅呢就有賽前都講過嘅 Grealish 同埋已經淪為棄將嘅古辛諾夫、域陀維爾斯、McAtee， 咁就再加埋傷好冇耐嘅 Oscar Bob。咁所以呢，對比翻上一場對住般尼茅夫個大軍名單嘅變化就大概係咁。咁嗱，望住最近2場嘅正選名單變動呢，你就大概都可以知道 James McAtee 呢已經係喺曼城冇未來，而 Jack Grealish 哪怕係哥迪奧拿點樣出嚟補飛啊，講到佢自己有幾喜歡 Jack Grealish，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輪到艾捷維尼都未輪到佢，你又點可能說服到人你嘅計劃中係有佢呢？咁所以近2場波單係個大軍名單呢，就都已經俾咗好多信息出嚟，反映晒哥迪奧拿心目中嘅一啲先後次序嘅。咁既然呢大軍名單都信息量爆炸，正選11人係咪更加有心意呢？今日明明迪布尼最後一場哥迪奧拿都收起佢後備先出，係咩事呢？咁呢個即係呢一度個解讀呢就都好多。咁其實我早幾條片都有預先提定噶啦，聽埋般尼茅夫場主場呢，迪布尼仲有冇下一場都好難講。咁一來啦就係早幾日個告別儀式好盛大，喺嗰一度呢畫一個句號就啱啱好啦。咁而第二啦就係始終迪布尼而家都同拿波利傾緊轉會，以佢個年紀嚟講，一有咩傷呢都隨時係手尾長，咁所以其實唔俾佢踢足都係保障翻佢，以防佢轉會上面有咩意外。嗱，咁講開迪布尼就唔怕講多2句啦。而家最新拿波利方面呢，就都公開出晒聲，話已經係同迪布尼傾咗好多個月，甚至係講到呢迪布尼喺拿波利已經係買定樓。咁所以我自己呢都睇唔到有啲咩變數，下季迪布尼呢都幾肯定係會去拿波利嘅。咁亦即係話係有機會喺歐聯上面倒戈曼城啦。咁就希望唔好真係咁樣發生啦。
咁好快交代埋一啲陣容問題呢，就都係時候翻去今場頭先話完全唔影響大局嘅嗰場波啦。嗱，咁今場波呢，富咸方面坦白講就都已經係冇乜戰意噶啦，甚至乎你望一望佢哋個正選11人就都可以話係有少少讓賽成分，已經呢係收起晒一啲嘅主力。咁但係儘管如此，曼城嘅表現就仍然係一般。你隨便開一條比賽精華嚟睇，除咗曼城嘅嗰2個入波，就差唔多接近其餘呢都係富咸嘅鏡頭。咁不過啦，踢得好差，對於今場波嚟講呢，就並唔係最重要，完成任務呢，始終先至係首要。咁我賽前都講啦，曼城對住富咸呢，往往都係咁噶啦。咁唔知點解呢？咁就總之係可以贏到啦。咁好似今場波咁啦，37場英超冇波入嘅根道簡呢，竟然就都可以臨尾一場執翻個入球，仲要係嚟個靚倒掛。咁不過就都不得不讚埋呢，已經越粗越大隻嘅紐尼斯。而家呢，佢唔止跑得快，身形仲要係開始有啲拉都唔跌啊。咁就唔知係咪俾哥迪奧拿話完冇腦啊，咁所以索性轉行去屈硬件。咁但係點都好啦，紐尼斯大波帶得好，根道簡呢通常收啲先嚟發力。曼城早段入到1球呢，其實你都預咗佢哋只會係想盡量保持勝局就算。咁但係曼城今日要保持到勝局，其實就都唔容易嘅，因為富咸今日其實都起到成13腳啊 ，expected goal 呢都有成1.28。咁曼城真係可以力保不失，除咗話係艾達臣撲完又撲之外，多少就都係依賴翻富咸方面接近係0嘅把握力。咁嗱，本身今日長殺科戰呢，其實都應該係比預期要更精彩先係。咁就唔係單係講緊曼城同埋富咸場波咁簡單，而係前5位置爭持咁激烈呢。本應就個球迷都應該係一路睇一路揸住個電話 check 隔離場比數先係。咁不過今日望到半場維拉食紅牌呢，本身個心就都定咗一定。雖然話車路士方面領先嘅時候都有驚過1-2秒啦，咁但係好快去到紐卡素落後，而曼城仲要係領先住呢，都大概知道出唔到啲咩意外噶啦。咁去到根道簡幫曼城搏埋個12碼翻嚟，緊張埋到底係要由邊個操刀，再睇住夏蘭特又好似被逼上刑場，去到鬆一口氣，憑12碼打破入球荒。其實比賽呢就已經係等於提早結束。咁所以啦，我自己對於呢個煞科日嘅刺激程度就坦白講呢係有少少失望嘅。咁尤其係賽後仲要今場波根本輸贏都影響唔到個歐聯席位。咁但係點都好啦，保到前5呢就都一定可以話係完美完成任務，其他呢就已經唔重要啦。咁好啦，嗱，今日場波呢，我頭先都講啦，絕對唔係踢得特別好嘅，而真係特別有表現嘅就有我自己偏心嘅紐尼斯啦，或者 Nico Gonzalez 嘅。咁另外當然就唔少得根道簡啦。而講起根道簡呢，佢賽後就出嚟講話自己暫時呢係冇收到任何消息，話係下個賽季會冇佢份。而佢同曼城嘅合約呢，亦都係自動延續咗1年。咁所以現階段嚟講，根道簡就應該係將會留隊嘅一個名字。咁根道簡今日除咗係輕輕交代過自己個未來，亦都係對曼城嚟緊嘅賽季咧做咗少少分析。咁嗱，根道簡就係講佢覺得近2個月曼城嘅表現都係正面，如果成個賽季以嚟咧都可以好似近2個月咁樣，今個賽季咧將會係有非常不同嘅結局。而佢同時亦都係希望曼城咧可以從錯誤中學習，用翻過去2個月嘅水準去迎戰嚟緊嘅世冠盃同埋下季嘅英超。咁好啦，咁對於根道簡嘅呢個講法咧，我必須潑冷水都要講啦，我係唔認同嘅。咁我認為過去2個月咧只係暫時止血，曼城一啲好根本嘅問題仍然係未被解決，甚至乎呢，其實近2個月亦都唔係踢得特別好。咁你望下踢修咸頓、踢水晶宮，球隊迷失嘅時候呢，仍然都係會迷失。咁所以我自己就屬於悲觀派，咁我係覺得大型重建呢都係無可避免。而戰術上邊，曼城而家變到唔識破密集，咁唔使講啦。咁之後無論左中右呢，都係揾唔到夏蘭特嘅呢個呢，亦都係好大嘅問題。迪布尼走咗啦，中場近餘嘅創造力冇埋，右邊 wing 冇人用到呢，已經係要推馬穆過去踢噶啦。咁之後仲有夏蘭特、馬穆雙前鋒點樣兼容呢？又係一個問題，就都仲未計呢半消失人口嘅契仔福登啦。咁到底下季如果買埋中場嘅話，隊入邊仲有啲咩位置可以俾佢踢？咁曼城啊，無論人腳上面、戰術上面，乃至去到哥迪奧拿用人上邊呢，都仲係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咁唔係話真係靠買人就解決得到嘅。咁但係如果可以盡早買人，特別係可以俾新球員踢埋2個星期之後嘅世冠盃，有機會俾一啲潛在嘅問題盡早浮面呢，反而未必係壞事啊。
咁講起轉會啦，未來1-2個星期咧有機會就一定會不停拎出嚟同大家講。咁但係今條片臨尾咧都 update 一下最新嘅消息先啦。咁首先咧 AC 米蘭嘅雷恩達斯單交易繼續就只係時間問題。我自己預計隨時轉會窗一開咧，就可能係會有佢加盟嘅消息。咁而另外中場方面 Gibbs White 仍然就都會係曼城嘅目標。尤其係森林而家咧就只係得個歐協聯要踢，可能就比較難留人。咁同埋冇咗歐聯夠錢啦，咁財政上邊條數都要認真，需要認真考慮一下。咁以上2個咧就都已經係講咗好耐嘅名啦。咁所以啦，嚟到最新消息，咁就係原來我自己一路講曼城未來左右2集嘅大熱門，即係祖雲達斯嘅金比亞素同埋法林明高嘅韋斯利咧，已經唔再係曼城嘅首選。而家咧根據呢個最新嘅可靠消息，曼城左閘嘅目標咧就會係狼隊嘅艾治洛利，咁而右閘咧就係睇中紐卡素嘅利華文圖。咁所以嚟緊轉會窗，除咗係雷恩達斯之外，恐怕咧就都係全心全意想喺英超掃貨。咁不過啦，隨住賽季結束，轉會窗第一階段咧6月1號就係會開噶啦。咁所以嚟緊啲消息咧就都一定係會亂咁傳啊。咁今日係艾治洛利啦、利華文圖啦，咁聽日又可以換咗幾個名。咁所以我就會咧一路同大家跟進住嘅。而如果消息比較確切咧，我就會更加詳細地出片去同大家分析啦。咁所以雖然完季啦，咁但係嚟緊都會繼續見到我嘅，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咁賽季咧，既然嚟到尾聲，最後都想建立翻個傳統，每同大家一齊睇完一個賽季咧，就大家都可以參與揀翻自己心水嘅年度最佳球員。咁上年大家就投咗 Phil Foden 出嚟啦。咁今個賽季經過好短嘅提名期啊，大部分嘅觀眾就係提名咗呢4位球員出嚟。咁所以今年嘅年度最佳球員呢，就係會從中4揀1啦。咁詳細點樣投票，片下面嘅資訊欄呢，就已經有教學噶啦。你嘅意見好重要嘅，咁就希望可以一年咁樣做。慢慢建立一個屬於大家嘅類似名人堂咁嘅東西，記錄翻大家每個賽季嘅心水。咁當然啦，就都先要做到好多年先得啦。咁所以就都係有賴大家一路嘅支持，呢個頻道呢先至可以繼續。咁好開心同大家走完一個完整嘅賽季，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啦。嚟到最後就我自己呢都有個問題唔係好搞得清楚，如果有人知道呢，就可以話翻俾我聽啦。咁就係嚟緊嘅世冠杯到底係屬於24-25定係25-26賽季呢？咁定係到底就係夾咗喺中間自己獨立嘅一嚿嘢。咁我自己嘅傾向個理解呢，就係下季英超未開就唔應該計入下一季嘅。咁但係而家消息就係講緊曼城嘅世冠杯係會着25-26波衫，咁所以應該點樣將佢歸類呢？我自己都有少少苦惱，知道嘅朋友就可以話翻俾我知道啦。咁之後啦，真係最後啊，係 for 嗰啲呢成日追我片數叫我出 Phil Foden 條片嘅觀眾啊，嗱，我努力緊噶啦，我真係努力緊噶啦。咁但係真係想做好啲，咁所以我自己呢都想花多少少時間去做。咁大家即管繼續追啦。咁但係就都想俾大家知道呢係有進展嘅，咁只係有拖得耐，係唔會有走數嘅。而嚟緊呢，有2個星期嘅空檔，但係就應該都未必嘔得起。但係咁我其實呢，我都冇得放假，咁所以啦，好快啦，應承你啊。咁今集去到呢度啦，下集呢應該就同大家做賽季回顧，好快再見到大家。睇咁多，多謝晒，拜拜。